喺老齡化社會啦、老齡社會、超老齡社會咧，醫療壓力一定會去大。咁目前啊，我哋至少聽到咧，公立醫院嘅醫生護士咧，佢哋已經係真係壓力爆煲喎，即係成日都聽到佢哋候診人數好多，佢哋要超時工作去處理，人手嘅比例可能即係唔知足唔足夠啦。但係至少好清楚喺院長所講咧，原額制之下咧，未來呢個總體編制數量唔會增加㗎啦。咁但係而家個關鍵係真係壓力好大喎。嗱，譬如一啲急診好負擔好重啊嘅時候，其實點樣真係可以實事求是喺公立醫護人手上面嘅壓力，譬如協和醫院同山頂醫院之間嗰個定位分工點樣去分流好，配置翻足夠嘅醫護專業人員，畢業生應該又有壓力㗎啦。其實成嚿嘢，我哋未來喺職涯規劃上點樣話俾我哋嘅學生聽？你仲想去讀的話，其實有冇前景呢？有冇需求呢？山頂仲請幾多？協和仲請幾多呢？喺資源下層會支持我哋前線社區醫療系統，我哋又會床到幾多人呢？我哋會關注醫療人員嘅工作壓力啦。其實無論係急診、門診或者專科咧，其實見到佢哋每日差唔多都打緊仗嘅。因為喺原額制之下明白到政府嘅局限，但係實際上需求就該需求。既有需求嘅情況之下咧，佢係點樣能夠可以增加人員咧，減輕佢哋嘅壓力，同時間正如頭先所講，就係能夠培養多啲專科嘅人員，從而能夠可以減輕佢哋壓力嘅同時，能夠可以支持私人嘅醫療嘅發展。健康澳門藍圖都提到，希望能夠將資源下沉到社區啦，社區醫療資助計劃咧係比較受歡迎嘅，但係由於名額有限啊，咁實際上未來邊能唔能夠增加喺呢一方面嘅資源？公務人員呢，譬如攞假紙，能唔能夠下放到一啲非牟利嘅機構呢？咁將來亦都朝住私人嘅範疇去發展，既能夠減輕公務醫療人員壓力之外呢，同時亦都能夠可以呢係優化澳門嘅整體嘅醫療嘅服務嘅，都希望政府能夠可以關注。幾位議員嘅提問好多都有關醫療，有關醫生護士。到底個發展前景係點？考專科係點？點樣入行？其實一個社會嚟講，醫護人員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其實呢個亦都幾乎係我哋社會最後兜底嘅一個防線咁滯。咁當然啦，去到老齡化社會，我哋喺唔同嘅崗位都需要佢哋。所以其實對醫護人員呢，我哋除咗一份尊重之外呢，其實對佢哋嘅專業嘅要求其實係好高嘅。未來醫療嘅具體人力需求並唔係公立醫院要請晒呢啲人，而係整個社會係需要有咁樣嘅人力儲備。至於呢啲人力點樣規劃嘅話，我相信亦都係需要有一個凝聚共識嘅過程。我哋本身亦都做緊一個公私營醫療體系協同發展研究，我哋亦都希望將呢部分呢係擺落去嘅。提到增加喺社區醫療資助計劃嘅資源，呢方面我哋已經做緊啦，特別係慢性病嘅防治同埋癌症嘅篩查呢方面，我哋係大量嘅資源投放俾非牟利團體呢去跟進得更好一啲。公務員嘅病假紙可唔可以下放到去非牟利嘅醫療機構發出呢？呢方面我哋範疇同埋行政法務範疇具體嚟講，就係衛生局同行政公職局，我哋做緊一個非常之好嘅協調工作。我哋會認真研究呢個問題嘅。李正儀咧關心到啦，我哋一啲嘅公立醫院嘅壓力大啦，咁非常感謝對我哋同事嘅關心。咁我哋我諗有兩方面嘅。咁我哋其實咧，除咗我哋有流失啊，或者係離職，又或者除咗我哋業務開展啦，我哋會請足夠嘅醫護人員。咁另外咧就協和澳門醫學中心嘅開展咗之後咧，一定係會逐步咁樣去分流咗我哋一啲嘅公營醫療嘅壓力嘅。咁呢兩方面咧，我相信日後咧會逐步改善。